好啦，2019 DSE Paper 2嘅第45條啦，最後一條啦。咁其實講呢條之前咧，要有少少嘢要俾大家記一記嘅。咁如果我哋有所有嘅 data 叫 xi 啦，呢個係代表啲 data。咁如果係個 xi 今次係加咗一個數字 k 嘅話咧，咁其實有啲咩會變啊？我哋有 3m 啦，3m 指嘅就係 mean mode median， 即係個平均個中位數同埋個眾數啦。咁其實呢三樣嘢咧，全部都會隨住佢嘅影響而增加嘅，亦即係其實都會加 k 啦。呢三個數字都會直接加 k 嘅。咁另外嗰兩個同離差有關係嘅咧，咁譬如話係我嘅標準差啦，又或者係我嘅方差啦，又譬如話係我嘅分佈域啦，又或者係個4分位數間距啦。咁其實呢四樣嘢咧就係不變嘅。好啦，呢四樣嘢就係不變嘅。因為上邊嗰3個 M 好兄弟講緊個平均、中位數同埋眾數啦，下邊4個係講緊個離差，咁其實就係個方差啦、方差、標準差、分佈域同埋 IQR。分佈域咧就係個最大減最細啦，最大減翻個最細，而個 IQR 咧就係 Q3 上4分位數間距減翻個下4分位數間距啦。咁呢四樣嘢咧就係唔變嘅。咁如果今次我哋個數據都係 xi 啦。咁跟住我哋 xi 咧係乘咗一個 k 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嘅 3m 個 mean mode median 咧其實都會直接乘 k 嘅，而我哋個標準差、分佈域以及個4分位數間距 IQR 咧，其實都係會乘 k 嘅喎。但係其實因為方差係平方嚟噶嘛，所以就會乘翻 k 嘅2次啦。咁呢兩樣嘢要記住，如果我哋個數據加減 k 啦，加減 k 嘅時候咧，個平均值、中位數同埋眾數咧，呢三樣嘢咧就會直接加減 k 嘅。咁另外嗰4個離差相關嘅咧，標準差、方差、分佈域同埋4分位數間距咧，係唔會影響到佢嘅。咁第二個情況啦，就係我哋所有嘅數據都乘咗 k 嘅時候，我哋個三兄弟平均、中位數同埋眾數咧，其實都會直接乘 k 啦。咁但係我哋個方差、分佈域、IQR 咧都會乘 k 嘅。而方差係標準差嘅2次啊嘛，咁標準差已經乘 k 啦，咁方差自然就會乘 k 嘅2次啦。OK， 咁而家睇一睇啦，我哋佢話平均值係 m， 個分佈域叫 r 啦，個方差叫 v 啦，係將所有嘅數字咧都乘咗6之後再加5啊嘛。嗱，咁如果係乘6又加5嘅時候，其實就會影響晒個 3m 噶嘛，但係加呢個數字咧係唔會影響到呢4樣嘢噶嘛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分佈域呢度咧，有加乜嘅時候就一定錯啦，而個方差其實你都加咗一啲嘢噶嘛，都一定係錯啦。咁所以答案一定只係1啦，因為平均值佢會受到乘同埋加嘅影響噶嘛，咁所以答案只會係1，咁亦即係 A 啦。咁就算方差後邊冇加5，其實都係錯嘅喎，因為方差應該係乘 36V， 因為個6嘅2次係36啊嘛，咁所以3點樣都係錯噶啦。總之要記住，再講多次啦，加減一個數據嘅時候，個數嘅加減 k 嘅時候咧，3m 平均、中位數、眾數都會加減 k 嘅，而離差4兄弟咧係唔會影響到嘅。好，咁如果乘 k 嘅時候咧，個3兄弟都會轉嘅，跟住轉嘅，而離差除咗方差之外咧，其實都會乘 k 啦，但係方差因為係平方嚟嘅，所以乘 k 嘅2次啦。OK。